下来继续来看国际时尚杂志上新的一期，来选出到世界20大市集。基隆庙口是台湾唯一入选的市集。基隆市政府希望讲透过这个评选，等疫情真正平稳了后，会当请来的游客，互已经休市2个月的基隆庙口，这个生意阁回转来。不管是要食蚵仔煎、煎甜不辣，来到基隆庙口夜市就对啊！唔但物件好食，阁真有特色。国际杂志摕了票选世界前20名市集，基隆庙口夜市就互选入去，是台湾唯一入选。做伙日本的，阁有东京朱迪、意大利佛罗伦斯中央市场、西雅图派克市场等等特色市集。很好，就是全世界都有知道庙口好，我们很开心啊，也很感到很荣幸。杂志认为基隆庙口夜市真有活力，而且有真侪台湾传统的美食小食物，通常有200担以上，深受在地人和游客喜意。杂志阁讲，基隆庙口夜市的营业时间到半暝了后拢有，真适合伫啉酒了后继续来吃刷摊。那庙口它承载台湾庶民文化。它是一个庶民文化的大集合，那这样的路板也是对庙口的一个肯定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基隆庙口夜市休市2个月，总算伫疫情境界降级了后，会使继续来做生意。市府嘛有真严格的防疫措施，虽然即摆人无疫情进前遮尔济，嘛希望会使透过杂志票选吸引更较侪游客，甚至伫疫情了后，会使有更较侪民众到基隆庙口夜市来佚佗。